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。大家一句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电推小姐。听讲庙会的新小姐拢真水，我应该嘛是有够格啦。不过要去做礼生，就要先认捌才会点头，才会用的。咱今仔日要讲的就是点头。点头，汉字写作点头，罗马字写作德音丁特鳌头。丁第7调，头第5调。点头是台湾最重要的民俗，伫庙会新年出巡的时，拢会看到因伫街路顶行耍伫表演。较接看到的点头有车鼓阵、牛犁仔阵、百家将等等。点头出来时，热热滚滚，锣鼓声响连天，内底百管音乐，会使讲是台湾庙会点头袂使无的。点头会遐热热，是因为有的点头毋但唱歌，搁兼跳舞，像车鼓阵有后场来伴奏，迄对白甲剧情拢真笑开，互人感觉真亲切。还佫有用武术、特技来表演的舞阵，像宋江阵、大桥阵。宋江阵听讲是较早为着保护家己的砖头发展出来的阵头。俗语讲：食肉食三层，看戏看内涵。因为内行的拢知影，三层是上赞的肉，内涵是上好看的戏。台湾车鼓大师吴天罗捌甲车鼓调填词，正做真有名的歌。放盘洗，咱来去放盘洗身躯，来去日庆啊放盘路，放盘洗身躯，洗洗较功夫。嘛有一句日客仔话讲，台南迎妈祖，无奇不有。因为古早台南府城咧迎妈祖，参加的阵头真多，大家拢举家己的旗仔。什么款的旗仔拢总有，毋则讲无奇不有。旗仔的旗甲奇怪的奇共音，才会讲无奇不有。溜、点头、车鼓阵、宋江阵、大桥阵、北管、食肉食三层，看戏看烂坛。台南迎妈祖，无奇不有。逐摆出阵头来看闹热的人是定定。今仔日咧大讲一句，就先讲到这。我要赶紧去看阵头表演啦，咱后摆再会。